是争取那个争嘛。得到的得，我得，很骄傲，大自然而已。进而延伸，深长的深啊。以大自然为伍，像道家啦，帮助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；儒家帮助人际关系的和谐；佛家帮助我们内心情感与理智的和谐。如佛道三家思想，传统中华文化，帮助人际关系和谐，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，自己内心情感与理智的和谐。牺牲尽是广长舌啊，三色无非清净身啊，是不是法性身啊？那这叫做禅，这叫玄学化的禅学，玄学道家的跟禅学佛家的结合了，玄学化的禅学。才会有无情说法这种观念。